中国配偶立委李正秀国籍问题也未收煞，内政部长刘世芳今日就表示，2月初日进前就用双挂号甲国籍法的规定寄到伊的户籍地，认为这李正秀是知法犯法，强调会提供物件以上的资料予伊。若总有其他立委协助伊来调资料，啥人泄露秘密，就要负责任。 欢喜做体操，民众党开始一天的台北高雄活动。不过，立委李正秀牵涉国籍登记，被质疑2024年1月立委选举前甲登记为候选人时，伊原有中国户籍，到2005年3月才放弃，违反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规定，有双层户籍身份，恐惊无具备登记资格。伊出面来说明，海基会那个公文一写得清清楚楚，对我并不是去年才放弃那个户籍，那政府官员他们应该都有资料啦。 立水伫立法院报道时，才特别提出机票副本要向对方公安局放弃国籍的申请文件，强调家己毋是无权利放弃，而是无方受理。请内政部家己去试看卖。不过内政部长刘世芳讲，文件内底无看到任何官方收件囡仔，无法度判定是不是真正进行申请放弃。我跟你也没亲戚关系，我怎么帮你放弃这个？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在2月2号之前呐、其实我们曾经用双挂号寄到他的户籍地址，告诉他国籍法20条的规定。 他是知法而犯法。岳飞12道金牌，目前我接到2道金牌了哈，我真的收到2份那个内政部的，但是说老实话，我打开都没有打开过。我们交的文件都已经证实了，我就唯一仅有中华民国国籍。李正秀讲，内政部认定家己有双层国籍，那欢迎先提出证据再来处理。不过刘世芳也讲谈话，讲内政部身为国籍法的主管机关，若未提供物件以上的资料，就连调看资料也可能未提供。 铁打的文官，流水的政务官。今天民主国家其实政党都会轮替，那其实不要因为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，然后就来曲解中华民国的宪法。大家都应该依法合宪的来工作。那如果立法院会觉得说我们这样子不行的话呢，恐怕就要送到这个所谓的宪法的解释来处理。他会不会也绕一个弯，就是叫他的同事、同党的？ 去帮我调，然后你去偷看，那谁就负责泄密啊？民进党强调，李正秀已经摕到中选会颁发的当选证书，也毋过是毋是就代表具有立委的资格？刘世芳讲，也查中选会对任停书，也中选会是讲只有查无候选人有不得登记的状况，另外也依法作业，会除了后调开的委员会议对任这项逮捕案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